賈波南話：陀槍共產黨員要香港輸。曾經被譽為港隊明日之星，試過喺學界勇奪神射手。我就係呢個中四學校嘅入咗八球嘅姚懷同學。當日行步路都贏過人㗎，但尋日姚懷又木口木面，更加改口承認向代理人提供利益，游說兩個青年隊隊友喺上月呢一場港俄青年軍友誼賽度，只要半場輸3粒，隊友就收400蚊。最終港隊只係輸1比2，廉署其後拉人。辯方嘅求情話，被告喺酒吧度識咗個自稱共產黨員嘅內地男人阿廖，要求佢揾隊友打假波。佢初頭都拒絕㗎，但懷疑對方有槍，加上卡數前身就應承咗。辯方又話佢出身低下階層，夢想就係能夠代表港隊，因為幼稚同愚蠢已經自毀前程，亦影響咗香港足球聲譽，還押到30號判刑。今次佢嘅錯呢，就導致到佢即係嗰個足球生涯已經係完結咗㗎啦，可以講就。其實老實講啦，做出呢啲事嘅係球圈係個醜事。老實講，佢只不過佢由13、14歲喺我嘅球會長大，係咪？我諗冇咩足球圈嘅人啊會挺身而出去幫佢寫求情信咯。就係求情信只係我啦。佢讀過津理中學啦，即係元朗嗰間。我哋嘅會長啊，莫耀強先生啦，咁啊。佢仲話栽培一個人唔容易，好痛心，希望事件警惕其他年輕球員。